多谢评选，同款的关心校园的问题、学生囡的安全问题。即马有人咧问讲，敢是校园的安全伊搁倒红灯啊？台中有一个家长伫下课的时赛车去接囡仔，将车违规停伫公车停的所在，等公车学生用手机甲翕，并且甲拍伊的即个。窗仔门，甲提醒讲，伊已经违规啊！想不到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为车内举一支棍啊，冲出来，要甲这个学生理论，和老师一个给挡开了，伊有够生气，直接赛车弄这个校门口的人行道，拍算要弄这个学生。警方呢，迄一天就将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呢，带转去问笔录，这个依照公用危险罪，也有恐吓罪甲移送。过段工学校上下课时，有加派一寡警力到校门口去巡逻，要加强校园的安全。学校大门口，一个穿普色衫的查甫人，伫伊的免路车边啊，大声对高中生呛声。伊愈讲愈生气，叫其他的家长乌倒摆拢闪，然后上车，甲车开去咧人行道，想要弄学生。好，你们赶紧弄走，我们要弄到你那来停。这是伫咧台中潭子的一间国中，放学时间有真侪家长开车来接囡仔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单事查甫人是学校国中1年的学生的家长，伊违规甲车停伫公车停的所在，互等公车的学生拍窗仔提醒，两人就安尼发生冲突。伊甚至阁想要摕棍仔和学生理论，互组长阻挡了后，伊也是真生气，继续甲学生骂，甚至开车弄去咧人行道，冲上人行道这个部分，然后引起在场的孩子还有家长一些惊慌。那所幸我们在现场当场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师生都安全无虞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就伫咧迄天甲单身查甫人带登去派出所，安尼的行为已经犯法了。本分局已将陈显待案。将依公共危险恐吓罪侦办。前几天伫咧新北市，才有国中生互赶颔棍的命案，即马阁有家长想要开车弄学生，警方伫咧过长工透早就已经派人伫咧读册时间到学校门口加强巡逻，互家长会当放心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